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无论在现场的各位弟兄姐妹，然后或者在线上的姐妹们，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安静的心，让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，求主能够赐给我们一颗安静平静的心，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父神，谢谢你带领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纵使我们工作上、生活上，甚至身体上有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依然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、领受你的美好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求你的圣灵敞开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真实的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摆在你的面前。纵使我们生活上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敞开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为主敞开，要为着自己与主的关系敞开。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主，更多的来领受主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，求你的恩典运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让我们透过等一下的敬拜，更加的感受到你与你连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掌权，交给我们的阿爸父掌权。孩子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早晨，一起来敬拜他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求主能够真实的掌权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。全能真神，你彰显你的慈爱，永远长存，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。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真能神，在你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真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
真神，我们要交给主掌权我们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！全能真神，你掌权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万民到来，遵从你生命。世上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真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真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尊贵真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真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宣告你国度降临，你旨意成全这地，兴起你所选子民，高举你荣耀的名，宣告你国度降临，你旨意成全这地，兴起你所选子民，高举你荣耀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尊贵真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真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主啊，我们所有荣耀都归于你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！救主，帮助，哈利路亚！我的救主，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！我的救主，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用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你也是我们那唯一向前的那个最大的目标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求你能够让大能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能够兴起我们那渴慕你的灵。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，寻求你。我寻求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。我寻求你，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自己，屈膝在至圣所里。我寻求你，从心深处呼喊，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止求你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寻求主。我寻求你，耶稣，
我寻求你，准备自己，窒息在至圣所里。我寻求你，走进深处。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息求你，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我寻求你，我寻求你，准备自己，栖息在至圣所里。主啊，我们寻求你，我寻求你。从心深处呼喊，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息求你。主啊，愿你降临，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。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丽，愿你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愿你降临，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丽，愿你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让我们有一个与主祷告、与主敞开的时刻。我们生活中、生命中有很难放下的东西，很难放下的事情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勇敢的对主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勇敢的来寻求主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神，我们需要你，我需要你降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中。
用你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，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更加的坚定的依靠你，耶稣，愿你做王掌权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降临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。纵使我们的心有时很刚硬，求你用你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的美丽，看见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相遇。求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！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。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让我们一起再次对主说：愿你降临。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丽。愿你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。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相遇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与你相遇，渴望进入到那属你更深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这里，你的大能充满在这里，你的爱充满在这里，神的国度就在这里。主啊，你的光就要照在这里，照亮我们的心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珍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填满在真地。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
伏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，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填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知匍匐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，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主啊，你就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，大能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神归荣耀充满在这里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，大能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，荣耀
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主，我们敬拜不停息，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的荣耀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，你的旨意、你的眼光要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领受。主啊，求你能够掌权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灵，掌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透过敬拜，透过等一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亲近你，更加明白你要我们走的，你要我们行的，你要我们做的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摆在你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以下的时间交给主你掌管，求你真实的用你的爱来软化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加添信心在我们当中。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